以他这样子的好人是不可能得到这种所谓的什么癌症啊、什么扩散呐、那个什么也有什么律师啊来到他床边来写遗嘱，这真是无稽之谈。宗教人利用宗教人的慈悲心来诈骗的这位江姓女弟子，江姓女子她说她的公公往生了，可以继承一笔土地，将近有30亿。这笔土地，她老公是大房，可以分到2份，所以呢，可以分到将近7、8亿左右。所以她开了7800万的本票，来向我周转，必须要付这笔土地税金的一些款项。因为这个江姓女子曾经有在我开播电视道场的时候呢，曾经有大力的支持我，所以呢，我就以滴水之恩必当涌泉以报这个心态来反过来帮她。所以地下钱庄是您去借的吗？地下钱庄是她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，拿了500万的客票，请我的弟子的地下钱庄方面的透露方面的讯息，帮他找地下钱庄，所以也可以说，等一下，也可以说担保人，也可以说我为了他去借这个地下钱庄，因为钱庄看见他以后不借，因为没有任何的调查此人的票性、此人的信用。但是地下钱庄因为看见我了，所以他们就请我担保，干脆请我用我的台湾银行45年的票性，我先把钱借出来，然后再转借给江小姐，算是江小姐金蝉脱壳，所有的债务都落到我身上。至于费玉清，我亲爱的小弟弟，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，以他这样子的好人是不可能得到这种所谓的什么癌症啊、什么扩散呐、那个什么也有什么律师啊来到他床边来写遗嘱，这真是无稽之谈。他当然有联络的管道，因为在这件事情今天没有按铃申告之前，我也不便的跟他们2位联络。新闻说小哥快要死了，吓得我全身发抖。我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的侄子少卿，他告诉我说没这回事啊，前2天还在吃饭呢，怎么会有传出这种传言呢？所以我非常痛恨之余，我要指责全世界网络乱象的这些以这种不实的报道来敛财的这些人，我诅咒他们。我代表所有的受害的艺人，我诅咒这些写不实报道的人，包括我们台湾的于天先生、蔡琴先生，包括郭台铭先生的母亲包括我个人，包括小哥，包括江蕙，都是被些子虚乌有的这些不实的报道。尤其更好笑的是，费玉清跟江蕙结婚了，然后我这个大光头的大姑姐还到医院去抱小孩，这个是严重影响个人清誉的问题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，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变风向，强力征求学生电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变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变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